人台北甲宜兰雨落袂停，拜五阁有新的东北季风落南，到时阵全台湾北部上悬是干那19度。未来中医师也通用超音波辅助看诊，初步以居家医疗甲偏乡为主，为福部这站会确定受惠的资格。杜鸟迁徙的季节，台湾免禽研究会调查，拢总有超过50万只的杜鸟，创30年来的纪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8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另外来关心的是，即马全台湾的猪仔呢，11月初6进前是禁瘟甲禁台的。为着要来稳定这猪肉的计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是强调会甲饲猪协会的等等单位来合作，未来会用定期的方式来出猪仔，也宣布来启动第2轮的强化措施。因为发生第头一个疫情，农业部提出禁瘟禁毒配套措施，延长10天到11月初6，全国逐天上市的猪仔差不多2万只。营利协会预测会有差不多30万只猪仔等待上市。外界烦恼到时阵大批猪仔入美拍卖市场，猪仔价会崩盘。为了稳定猪价，农业部提出配套的方法，联合营利协会开会讨论，用定期的方式照顺序出猪仔。你要拍卖的时候就会相关的一个登记，那这个登记的时候就会透过一些协调，那因为有次序的出租，才有机会让我们的价格能够稳定。这必须管制的，虽然多了30万头，不过30万头2个月就销完了吧。虽然猪仔禁瘟禁毒，台湾也是发生偷运送猪仔的违规案件。除了动法以外，政府嘛宣布启动第2轮防疫的加强方法。包括分级查访、强化消毒、精准疫调、加扩大追查等4个方法。亲像讲照风险、加低定分级，相对风险较悬的特工方式。消毒的部分都是移动人车管制，增加随机拿查作业等。那这里面的重点，我们就是如果有发现场内有异常，有猪只死亡情形的时候，我们就会现场采集这个必死猪只来进行送验。应变所也再度的要求，就是地方政府应该要拉封锁线，而且要派警员或相关的部分去做相关的管制。政府是不是会予猪农加肉店补助？经济部表示会去了解传统市场加肉店的情形，一礼拜内制定补助方案。行政院导应提供会依照时间甲需求来做处理。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农业部买经小改肉品冷冻工会提供冷冻冷藏猪肉，加17万吨的鸡肉做肉品的替代来源，并建立肉品供应调度联络平台加厂商名单，提供团鲜者的业者联络协助加调度供应。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好，来看即马是受到这非洲猪这影响，全台湾的喷到底要安怎处理？这是引起社会的关注。台南市呢是有2座发酵场，逐天会使来处理45吨的喷，10天就会当甲转做是有机肥，也通称作是防疫期间的大靠山。空服人员透早无闲咧搬一趟搁一趟的喷桶，准备倒入去占地区。台东出现全台头一个本土非洲猪仔了后，台南市随全面禁止喷流起饲猪场，专拢集中去城西甲生化2座高速喷水发酵厂来处理。目前逐天处理45吨，那逐个月按算通处理1200吨的量。台南市长黄伟哲期备到场视察，强调已经全面启动防疫机制，确保喷收温处理顺利。这个高速发酵之后这个留下来的这个厨余是比较刚做好的所以说味道可能还是有点味道。那如果一直依序往里面走的话，就可能说已经可以经过10天的曝晒之后，就可以直接拿装袋，然后来贩售给这个农民以及需要的市民了。台南对2021年设置个喷水资源化系统。开高清200万设置2座高速发酵厂，加一搭传统的炖肥场，透过自动化流程来进行冰烫破碎、高温发酵、掺除槽的作业。10天得当产生符合标准的有机肥。环保局讲，这个有机肥料用来做农地土质改良，嘛得到济民众的肯定。厨余的来源都是天然的食材，收厨余或是生厨余。
哦，那对不是化学的肥料哦，那对我们的农地、对我们的环境比较友善。那我们这个厨余厂哦也取得了肥料登记证哦，在整个的肥分的部分哦相当的足够。目前全面禁止使用喷饲滴，就算即阵台南有2座高速发酵厂，嘛敢来当处理全市大约1/3的喷。树护育除了强化后端喷水处理，源头减量嘛真重要。并将煮食尽量爱准则好势，莫有剩。若去外口食无了，嘛通包回去，减少浪费，嘛对降低防疫风险有帮助。记者台南采访报道。好，即届这非洲猪这确诊的台中5车的饲猪场是，互人指控讲因的管理无好势，尤其这喷的处理是受到大家讨论。部分来讲是认为讲全台湾即马应该就要开始全面来禁止用喷来饲猪，也若专家是建议讲应该把这喷加工，当做是肥料也是能源。台中5车场猪只扑杀迄天，过当看到猪农因囝驶喷车离开封锁的现场。伫猪场内面嘛会当看到剩的喷，因为这个猪场无逐工拢传煮喷的相片，嘛互各界拢真烦恼。烦恼这个喷，恐惊会变作即摆疫情的破口。专家嘛，搁一摆出来呼吁讲，各大应该要全面禁止用喷来饲猪。90度C，然后加热1个小时，这个给猪吃就安全了嘛？不是水水加热90度C OK 啊，可是今天如果是这样的物质，你加热1个小时，你有保证所有的肉块它的中心温度都可以到90度吗？使用喷的饲猪户强调讲，这猪只拢是财产，为着安全，用喷来饲猪一定有用高温来煮过。嘛真无奈讲，甲大一直拢无找出感染源，但是大家拢一直讲是喷的问题。伊表示当接受全面禁止用喷，但一定要有配套。由台中市政府来做dân主中心，由台中市政府管理，袂使由任何一个私人的单位管理。恁感觉计小爱合理吼？这是有利可图，人唔才得要做dân主中心，无才要做。专家指出，讲目前包括传统含高效的塔肥场、甚至能源厂含酸糖的生物处理，量会当应付1384吨的加护喷。但若是刷落来，全面拢禁止用喷来饲猪，会另外加出731吨的事业喷，恐惊是无法度负担。认为第一期酸糖的生物处理会当先扩大容量。大部分是模组化。自动化，而且甚至还可以是移动的哈。如果做短期的紧急应变，或许是有机会。环境部应该主动请他来协助。张丰庭认为讲，若用长久去看，甚至能源含酸糖的设施，会当变作喷气化的主力。环境部应该帮助建立。另外，禁台禁温15天，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全国的猪农。中华民国饲猪协会的代表伫中昼左右，分别去立法院的民进党团和国民党团拜会，表达猪农面对的困境和需要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的消息，即马呢受到东北季风甲华南云系影响，今仔日基隆、台北甲宜兰这雨势落真大，就要等到拜四了后，这东北季风减弱才会豆啊转好。也毋过，即礼拜五开始又搁有新的东北季风要来报道啊！到时阵全台湾的北部地区这上悬可能干那19度尔。北部的雨查查地受到东北季风和华南云系影响，拜二北部的雨真高，全台拢是乌阴的天气。气象署针对北部、东半部发布大雨特报，要到拜四东北季风减弱，天气才会转好。不过雨天无够一天，拜五就有一波新的东北季风落南，到时全台各会进入雨落袂停的天气形态。星期四可能是未来一周天气比较理想稳定的一天。星期五开始又是另一波东北季风增强到下周初期，所以预估北部、东半部地区降雨的机会又升高了，甚至在周末到下周初期的中南部的山区断断续续会有这样的情况。而且天气开始变凉冷，拜二透早上低温出现伫咧新北石顶，敢若18.9度。气象署指出，拜二、拜三这2天北部、东半部的温度伫20度至25度之间，中南部26度至31度。要到拜四东北季风减弱，全台才会恢复30度左右的好天。不过拜五另外一波东北季风落南，全台大降温，北部降到20度以下，敢若剩18度至19度。东南部和华东地区的低温也来到21度至22度。下一波东北季风在星期五开始增强以后，低温可能在马祖啊、金门、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的低温在19、20度左右。越南边的地方低温到21度、22度。
另外，气象署拜二嘛，针对台湾本岛10个县市和外岛澎湖、金门连江发布强风特报，民众要注意可能6级至8级的阵风，提醒无代志千万唔通挖近海边啊，则袂危险。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来看这几天啊，受到这季风的影响，这罗水溪南边、云林县真侪乡镇呢，对10月20开始，这风暴沙是吹甲规世界。第4河川分署表示讲，有针对着这高风险的区域来甲泉水，也来铺一寡稻草等等，希望会当减少危害。怪手无用咧污水池，要互溪埔遗弃有水。第一日受到风神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强迫效应的影响，台湾西部沿海强阵风有甲11级，造成罗水溪溪口风杯沙是淹甲，影响附近居民的生活品质。你悬顶的涂刷粉带落来了，打落了，佮吹北风，同款风杯刷佮安尼，所以你的功法安尼一直做嘛，是都是重复一样的事情。好，伊即马咧打射变道大概有3公里，会出到遮。啊，甲咱所有遐招潮其人厉害人都闻过，赶快去扑。当然，这个35公顷我也跟陈罗说，我们会再拼11月15号前后砍下来。第4河川分署表示，今年小连续2个风台扫来，河罗水溪出现400公顷无水的溪埔，加上最近无雨，溪埔的土坝规个大劈劈，若透风就会用碰碰。这个月20日了后，都有6公影影真严重。要跟大自然对抗，要跟这个沙尘暴对抗，还是必须要有更多的一些应变的措施，甚至可能要有更多的人力跟机具。我们过去平均大概是5天了哈，那2天当然是我们的期待，但是我想今年是9天，我们觉得不太理想，或许可能是去年台美台风造成有些裸落地的一个影响。第4河川分署表示，针对罗水溪沿花高风险的区段，会紧赶工课，亲像布水线泉水、污水池、互溪埔遗弃有水、搭网啊、甲草树等等，按算11月15进前会当完成，互溪埔莫规个看现现，减少风被沙。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到底是咧创啥货咧？昨伫高雄的科技大学南仔溪校区呢，是出现一个查甫人，伊伫咧学校这乌多摆的停车场沿路安尼用塞的，也是讲用站的，拢总来补倒29台车。警方发现讲，毋但是学校以来，就连这附近的车路嘛有同款的情形。目前已经锁定嫌犯的身份，会照毁损罪甲函送地检署来侦办。学生囡仔下课来停车场要牵车，所看到4架拢有乌多摆倒去，互因看一个拢硬去。这是高雄科技大学南仔溪校区，而且下晡这个穿蓝色衫的查甫人行入学校的乌多摆停车场，沿路行沿路上，看到无顺眼的车就甲占去倒。校方统计，拢总有29台车受损，其中大部分拢是新车。有受害学生质疑，警卫室边的车嘛有互占倒去，为什么警规拢无发现？听说它是沿路劈的路，差点劈到在警卫室旁边的车，那为什么警卫没有把它拦下来？这是我疑惑的点。发生这种事情的话，是要学校好好处理啊，不然这样其实会造成学生的一些不安之类的。面对学生的质疑，校方讲会进一步去了解，嘛表示第一时间就随报案。想要到警方一查，佫发现嫌犯甚至学校破坏乌多摆了后，一路行出来边仔海泉路顶悬，佫继续占道人的乌多摆。警方指出，目前调查学校内底受损的乌多摆有29台，外口的有12台，已经锁定嫌犯身份，通知人到案说明。对辖区各级学校周边治安死角增加巡逻密度，盘查徘徊的可疑人士，净化校园周遭环境，并检视确认各通学路线沿线监视录影设备保持堪用。嫌犯拿占车嘴拿骂，警方表示，到底伊破坏车辆的目的是啥物，佫需要等待厘清。不过嫌犯的行为实在不可取，后续将会按照毁损罪，甲人函送地检署侦办。记者柯家柱、柯朝阳、高雄场报道。那样立委昨是来举办花莲光复乡这崩山湖受灾的重建座谈会，外口呢灾民是来抗议，即期讲无通知这受灾户去参加，想要入去，佫防甲挡掉咧，地势发生冲突。也那花莲县议会这议长呢入去，就甲这刀啊甲斩互倒，报群旗批评这是暴力的行为。另外有受灾户是讲到单呢这交通的工区，也佫有厝内这重要的电器全部拢无，即期这重建的内容无够透明。为什么不要通知？为什么不要通知？为什么不要通知？啊！去普科今日要活动中心，花莲县议会议长丁俊将会议桌踢倒，甲国民党提规不分歧冤家。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场可以被捣乱成这个样子，而且用暴力
今天大家看到什么叫暴力？从头到尾完全没有作为，他们就不敢面对这些灾民，他只会找几个人，找几个就村长代表，然后摸摸头，事情就解决了。双方一股来一股去，场面混乱，检查进前，另外也发生2摆冲突。上摆花莲县光复乡受灾居民27下晡到大华活动中心，部分内底开的光复乡帮山河受灾区中间座谈会，无通知所有受灾户，也指其这是闭门会议，无法度代表所有人的心声。灾民控诉在到即马无交通工具，厝内底重要家电无到位。无法度正常生活，有人指其可能厝中计厝选址无符合部落需求，要求全部进场表达心声，说被拒绝伫外口。冰箱、洗衣机都没有，以向大的先发给我们使用，这是最重要的。你们所有的高官全部坐在里面，我们可以进去吗？他也没有说让我们进来啊。所谓的灾民都完全不能去参与，连旁听都不行。不管伊强调会场有一步也无拜托政府前，针对受灾居民指其灾后福建费用无透明。官府强调支持中乡前线协调所阶段性进步完成了后，第日起启动光复乡灾后复原中建中心，协助整合灾后中建阶段居民需要的补助文件，甲各项申请服务，希望互乡亲早日恢复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有环保业者是申请要伫南投埔里的这南港溪的水头来设废弃物的掩埋场，这地方是真反对。也那县议员的是指出讲，遐是这个水源地，而且伊的地质嘛真敏感，惊乌山是会造成崩山湖，所以要求县政府来撤销提案。也那南投县府是表示讲，会依法来审查甲严格把关。这是南投县埔里镇南港溪的水头，水质真好，提供水尾农业甲民生用水。不过传出有环保业者想要伫遮设掩埋场，面积超过24公顷。因为南港溪山沟捌崩山，当地人烦恼若是大面积开发，惊讲会造成像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湖灾害，要求县府撤销业者的提案。也受这个建筑废弃物甲炉渣甲灰等有毒的物质，甚至于说以后如果合法的时候，他们有利可图，要买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南投县议员陈其君表示，进前水利署就捌说明，掩埋场若设伫遐，影响灌溉水源的风险真大。生物多样性研究所要新闻互县府，遐拢是5级坡以上，而且有台湾白鱼，鱼伫禽外才会保育不尽。另外，议员也强调，国际期刊有7个国家拢捌发生过无透水站破去、污染水源的事件，呼吁县府在宽评当中要特别重视。他们都有这个因为不透水层破裂渗漏而产生的污染的事件。那在衔接的这个地方渗漏的，所以我们要告诉环保局，在环评的当中，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放进去。这个案子是属于这个重大开发案所以照环评法的规定，会进到第2届的环评，也就是针对应该要调查的范围、面积、种类还有频率，我们都会在环评会议的时候来做确认。南投县政府环保局表示，依法是咧储水口1公里内未当开发，不过业者是选伫离储水口1.4公里的所在，县府照规定要进行审查。目前业者已经送交环境影响说明书，上近伫年底就会办理头摆环评审查。县府强调会严格审查。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来看这宜兰县府的社会处，因的并且呢，互诈骗集团摕来做假的卖种药，而且内底佫用赖的连接骗人的个资。社会处即马已经正式来报警察，也伫咧这卖种药呢来宣导。另外，这财政部也发现讲，这诈骗集团呢有去侵入一寡电子支付的网站，甲人骗个资，而且佫拐钱。有民众最近发现，伫 FB 宜兰县政府社会处分析专家出现另外一个一模一样同款的，只是卖种的人数较少，想要用社会处的宣导骗民众点赖连接了，骗个人资料加信用卡号码。社会处是检举加报警，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赶快在我们的粉丝的这个官网发出公告提醒大家这个是假冒的一个粉丝专页，请大家不要点。社会处也伫家己的卖种专家甲民众宣导。
唔当互假网站骗个人的资料。大家对于这种诈骗网站想要诈骗弱势，拢真无认同。定定替社会边缘户提供急难救助的社福团体，讲这几年诈骗严重，或真侪弱势生活更加困难，政府就要重视。诈骗都是利用你贪的那个心态，所以还是要呼吁所有人就不要有贪字，就不会上钩了。到社会处的网站啊，也做的一模一样，那会误导更多的弱势的家户踏入这个陷阱。除了宜兰社会所假的微众专业，财政部也发现诈骗集团这份假冒几多间电子支付网页，骗民众订立假的网站，输入个人的资料，甚至冒用财政部的名义，寄钓鱼邮件，骗讲会当提前领普发现金，或者是电子发票调奖爱认证，你若点落去，伊就投入你的信用卡。你可以在页面上面去点选一些这个它上面可以有连结选项。去看一下这个连接选项是不是可以运作。治安专家讲，民众若要分辨被众专家或者是网站是真的也假，会当伫页面顶头卖点哪个连接，先去点其他的连接选项，看是毋是当运作。若是完全拢无功能，或者是无法度运作，就是假网站。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府的警管局即马传出有公务人员受诬说协助这厂商来申请混块作业。检察官认定这两个业者包括着姓施的科长，也有姓陈的退休人员是涉犯贪污。除了这姓施的科长是以10万块拒保以外，其他3个人已经互人申请羁押禁见。桃园市警察局传出有公务人员涉嫌收诬说钱，检察官向法院申请搜查票，而且发动搜查15搭。甲被告姓肖、甲姓吴业者，甲警察局姓施的科长等等7个人带回去，而且约谈证人6个人。经检官讯问后，认业者2人及已退休公务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罪嫌重大，并有勾串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这个案件发生在2023年，被告姓肖的业者涉嫌利用别人工厂要申请扩厂，甲欺负警察局的公务人员诬说。而且捌摕300万，甲迄当阵的警察局姓许的副局长诬说，毋过去用拒绝。了后，甲警方处报告，代志就安尼逼出来。经过检察官讯问了后，一个已经退休姓陈的助理由证人转做被告。检察官认定这2个业者姓施的科长，甲这个姓陈退休的人员4个人涉嫌犯贪污治罪条例。除了姓施的科长无羁押的必要，以10万块交保，其他已经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本案已经进入了司法的侦办程序了，一切以地检署的说法为准。那本府也会配合相关的调查，判一切勿往勿重。检方会发动调查，是因为怀疑有公务人员私底下收诬说钱，利用审查的机会，互特定的厂商申请扩厂会过。因市府回应讲，一切尊重司法，会配合相关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最消息的部分，咱要先来关心的是，这中非国家卡麦隆选总统，落尾是互92岁的比亚来替掉。即马宪法委员会呢已经正式来宣布，原来这个比亚是目前全世界上届集会的国家元首，也毋过伊选赢的这件代志呢，嘛伫国内引起大规模的冲突。宪法委员会宣布，科麦隆12号的选举结果，今年92岁现任总统比亚赢得票率35.19%败第2的对手贝克瑞，连任第8届，延续伊自1982年以来的统治。新的7年任期，可以会当掌权一直到要到100岁。贝克瑞牵接这项宣布，叫民众出来抗议。a arraché notre victoire et nous le peuple que nous réclamons notre victoire. Et déjà, ils nous ont tellement programmés. Nous sommes fatigués pour lui. On amène le Tiroma. Il faut que le Tiroma. 选举结果公布了，科麦隆有几个城市发生冲突，尤其是商业中心杜阿拉，一个北部城市加鲁阿，有人甲路封起来，爆火烧车链啊，报道讲有人死亡，200人被掠。Ne va pas être un mandat de bon augure pour la société camerounaise qui. 非洲联盟认为这边的选举大致上符合标准。由被当地民间社会团体所组成的联盟讲，这边选举有几项无啥正常或者是违规的代志，亲像死人投票，也有做票，
葛万龙指挥讲，这边选举过程有超过5000位国内外观测员核准来监督。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一个风台比利沙呢，目前是当咧挖进牙买加这个国家，预计今仔日就会来定录，而且呢，伊可能是有记录以来上强的风暴。目前伫加勒比海的北部已经有6个人死亡。加油站提早休困，工作人员甲一罐油清拢包安安，有车攀上山尾进来加油。比利沙瓦军气象预报讲，伊可能是牙买加有记录以来上强的飓风，并且会造成灾难性的大水、土石流加大规模的破坏。那用5级定律，会是自1851年有记录以来上强的飓风。It is not a joke. It is very serious, guys, and it is going to be something different. 总理霍尼斯讲，伊有归来记录。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测，牙买加东部上悬的雨量会到760毫米，将因注意灾难性山洪爆发。牙买加当局已经针对第四卡嘅地区进行强制撤离，不过人唔肯走。I'm concerned about the farmers, the fishermen who will be suffering after this. 因为海水温度升高，比利沙伫顶礼拜六无到24点钟久内风速就加倍，伊是今年大西洋地区出现的第4个快速增强现象的风暴。Part of the Atlantic is at the moment very warm. Th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there is around 30 degrees, which is 2 or 3 degrees above normal. And not just the top layer of the sea, but layers below the top level are also quite warm. 气象专家讲，受到金斯顿沿海地区可能会有4公尺悬的大型。比利沙离7月到伊的中心一个金斯顿西南边230公里，离古巴的关达纳摩湾525公里，用时速1.5公里正慢的速度，慢慢行向西北西的方向。已经伫咧海地加多明尼加造成真侪人死亡。除了牙买加传的弹，估计其也会继续向古巴方向行过去。古巴当局也已经宣布撤离超过60万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2025年 APEC 峰会呢是伫咧南韩来举办，咱总统赖清德是望这代表林信基会当甲各会员国来传达咱台湾的3项主张，包括着强化经济的韧性、分享产业的经验，也有加速来推动 AI 的发展。也那今仔日早起咧出发进前，这林信基也来发表谈话。总统特别希望能够传达的我们的任务。能够把台湾分享、说明我们在每一个领域的特色跟我们的优势，特别是半导体、AI， 我们的智慧医疗、中小企业，希望能够呢来推销台湾，吸引投资，那么促进交流，也进一步来提升我们在 APEC 的地位。除了咱派出去的林信基以外呢，咱代表团也有经贸办的这个总谈判代表杨丁年、国科会主委吴成文，另外这国安会主委齐书谦等人也拢有做伙对团去访问。再来看这亚洲杯跳杯的比赛，今年咱台湾队呢是隆重摕到43块金牌、26块金牌，也有22块铜牌，有影是破纪录。其中有一个为桃园来的这个15岁的赛德克的女选手呢，沙马巴少，伊是摕到11块金牌，也有3块金牌的好成绩，也打破3项世界纪录。来自桃园15岁的赛德克族少女沙马巴少，以真紧的速度伫2025亚洲杯竞技跳杯锦标赛，个人包办在1金3银，也履行3项世界纪录，成做世界上紧的原住民查某囡仔。赛口接力对抗。此外，沙马甲11岁的李友成2个人连续出战双人合舞，也已经可以配合到履行16岁以下做世界纪录。很开心，因为我们是第一次配，所以就很意外。伫团体赛部分，沙马也甲李主佑等其他选手组成4T个团队，环扫18岁以下做3项团体冠军，摕到3金队伍的荣誉。因为我们这次的队员都是很强，都是各个年龄比较优秀的选手，所以是必须的。这次有带了一半的新选手，可能达成率只能来到60%。那总结下来，能够来到80%，跟我们的国际大挑战是总冠军。2连霸的情况下，对我这次的成绩，我们觉得整体下来是表现得很好。2025年亚洲杯
竞技跳杯锦标赛日落伫中国大连结束，咱国代表队以43金、26金、22铜得败数，加做本届大赢家，隆重履行7项世界纪录。中华竞技跳杯运动推广协会表示，台湾透过竞技跳杯运动迈向国际，也让世界看到台湾。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关心这中华职棒的总冠军赛呢，昨是伫台中的洲际球场来开战。乐天桃园对中信兄弟是比较延长赛，才总算分出输赢。落尾这乐天是以9-7来拍赢中信，也摕到队史第8个冠军。应该是完全没机会能够打进2垒啊！对，那这个球是在一垒手的正面，要接近手套，并且自踩垒包。我们要恭喜乐天桃园。台中洲际棒球场的外野看台秀酒红色的彩带，经过延长11局，乐天桃园摕到中华职棒36年的总冠军，全队冲入机场来庆祝。这场总冠军赛第5战，先摕到分数的也是乐天桃园。这一棒挤出去，姜奎宇扑下来，没有办法拦到，传出去形成安打。乐天第1局就先发动攻势，林鸿局连线，让乐天先提分。中信兄弟下半局也开始反攻，2届总冠军赛 MVP 陈俊秀系列赛第1面先发，展现伊的价值。这一球反向的一个攻击，这一球要落地形成安打，3垒上的跑者确定落地之后跑来得分，2垒上的跑者绕过3垒，现在要冲过来。陈俊秀这个安打摕到2分，抢队一局就摕3分，逆转反超前。原队是一直伫咧后壁顶，不过关键是靠手臂却一直出包，一场就3变15，宋庆瑞也过来到闹热。第一个球就做攻击了，打到了在右半边方向的高飞球，右一手再往后退，再落地在界内。宋庆瑞这个二垒安打，和抢队这边就摕3分。扩大领先变做7-3，不过桃园无放弃，7、8局拢有提分，加比数扭平。勾回来之后，1、2垒之间，2垒这边的选择最终还是传向1垒这里来。林子伟这个高地球和比赛等到原点7-7平手，一直到延长赛第11局有一记轰人。这一板打到在左半边方向的飞球出去了，全垒打。结果是小胖林鸿玉。林鸿玉这个轰人和乐天9-7逆转反超前。伊单场4支安打，以39下过219攻，改写总冠军赛年纪上大的纪录，也被选做单场 MVP。上尾半局原队的秀虎城组成勇气头，3个3个路，单届总冠军赛4面救援成功，也是新纪录。这也是桃园队队史第8座的总冠军。乐天桃园将在史上第2季无摕到季冠军，上尾挑战成功摕到总冠军的队，系列赛4胜1败，摕到队史第8座总冠军，也是乐天集团接手了后第1座冠军。按算11个吹笛一般风往游行。记者综合报道。美中的贸易协议即马有进展，所以美股呢四大指数是拢收红，连带这台股今仔日早盘是冲到2万多点，也那中昼呢收较降落来到27900多点。其中这台积电呢是伫1480块安尼起落，也那鸿海呢是起到250块，台达电等呢嘛拢有冲悬，也那分析师是表示讲，这礼拜这市场呢是真注重这全社会的发展，也有美国再宝贵的这个影响，因为有真侪因素，所以台股的底线可能有真大的变化。未来这中医师也通使用这超音波来辅助看诊啊。中医师专联会是公布前已经有62个医师呢完成超音波的训练，也那卫福部是回应讲最近会开会来确认相关的资格。用针灸的方式来减轻患者的症状，汉医较热看的诊断方式，包括观察、听病人的声、鼻气味、问诊、甲赞美等等，来分析患者的症头。即马科技进步，新一代中医师这几年一直向卫福部争取，希望用超音波来辅助甲病人看病。现在只有针灸，然后那个中医他就把脉。这样的如果有超音波更好，透过仪器啊去做辅助他的诊断啊，所以不管中医西医，只要设备更好，对我们都是有利的啊。中医师工会专联会表示，以韩国做例，去年开始已经开放中医师会当合法使用超音波来协助针灸进前确认受伤或者是病变的部位，会当精准治疗。专联会证实，已经有62个中医师加入相关超音波的医学会，嘛完成训练，争取未来会当使用超音波加做辅助的仪器。初步希望应用伫咧偏乡甲居家医疗。比方说，肝的疾病跟胆的疾病，
那都会有可能会造成右上腹部的一些症状。单纯用把脉，大概是以肝经为主。那如果有一个超音波去扫描过，那有可能就可以明确的知道相关的一个训练资格跟他们休息的一个课程内容，后续是要在会议上面做一个讨论，大家去做一个演绎。卫福部回应讲，中医师专联会早就已经提出使用超音波的需求。卫福部在110年就有会议决议，超音波操作需要符合技术的条件。最近会招相关的团体开会，进一步确认资格，甲后续开放使用的场合甲规范。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在台中5车的低调发生非洲猪这疫情，因为这环境呢，阁有所在是有验到病毒的，所以市政府是透明，搁再加强来清消。另外一边，这关键人物姓王的兽医的这个助理呢，伫代志发生了后就出境，即马市政府当咧想办法来联络。防疫人员伫咧市都场采样，台中市5车区市都场发生非洲猪瘟。伫台中市政府全面清消了，医院伫工厂验出2个环境病毒阳性反应。农业部认为无够彻底，只好立刻做第2遍的清消。非洲猪瘟的对环境的抵抗力非常强，那所以我们去看环境里面，如果这样经过消毒，还有残存的病毒存在，那表示清消做得不够彻底。市府获报之后呢，马上就在昨天，我记得是6点半晚上6点半的时候呢，就连夜的呢来进行再次的全面性的清消的工作。因若市都场的猪到底死几只？台中市政府自一开始讲117只，要改做78只。农业局讲，因为一开始是猪农靠记忆想话，加化热厂资料核对了，才确定。因若13通报台中市动保处，讲猪异常死亡时，放哨砍棍用无试验，案件的关键人物姓王的兽医组，深受兼药厂的业务，几乎无证实。这么伊人是伫咧国外。他出境的时间是在我们这个公布那个阳性反应以后出境的。台中市环保局27宣布，除了文山、后里、沙鹿、雾峰4个粪扫场提供市都的喷紧急气化处理以外，也使送去文山甲后里的焚化厂。完全依照中央这一次防疫的指引，这些厨余去化就是3种方式：堆肥、焚化、掩埋。我相信各县市都会随着时间的演变，会继续来做滚动管理。台中市长罗秀燕离陪主持市政会议，所以无参加非洲猪瘟记者会。市府讲，下昼会甲一条的完整报告送去予中央，提供后一阶段防疫政策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在非洲伫这防疫全国呢是禁运禁台15天，真侪猪农是真烦恼，讲这解禁了后，猪会继续有可能会崩盘。农业部长陈俊贵是表示讲，即马已经咧甲饲猪协会等来研究稳定的机制。那行政院长杜英泰伊是强调讲，这喷的处理场必须得爱彻底来改进，伊也特别点名台中市，讲这中央会强力来检验。防治非洲猪灾，行政院日内宣布禁运禁灾措施，搁延10日。因过猪农烦恼，禁运期满了后，猪价可能崩盘。向政府发声重视产业压力，搁爱提供解封了后的完善配套。农业部长陈志贵强调，正在研究调整稳定机制。我们现在已经在跟所有的养猪协会，还有跟我们的冷冻工会在讨论，怎么样在一开始的时候做有次序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交易。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调节，能够维持相关的一个物价。陈俊贵表示，若后手无搁查到任何相关案例，搁透过专家会议确认全国饲猪场真清气的时阵，就会考虑解禁。行政院长杜英泰强调，中央地方共同的责任是病毒。喷气化场地爱彻底改进，要过为一等点名台中。现在所有厨余去化的场地，必须要全面、彻底、有效的完全改进，绝对不容许对于环境再造成2次的伤害。尤其是台中，一定要做到全面有效的改进。面对台中红点名，联乡立委认为，地方政府爱负起应该负的责任，中央地方才有法度合作防疫。南洋立委认为，无应该将目标拢指向台中市府。站在第一线，这个地方政府原先该负起的责任，到今天为止，很可惜的，我们都还没有看到
市政府团队，包括卢市长绷紧神经来面对这个事情。海关的边境管理的问题，第二个是走私的问题，那这个都是财政部啊，都是中央部会要负责的嘛，所以中央政府要先挑起这个责任。另外，国民党团颠倒要求陈俊贵也是财政部长曾翠云两人之一，爱为地在看旁负起政治责任。陈俊贵回应，相关责任的赔偿绝对不是疫调内爱定限的，针对台中市府的疫调资讯，有真侪项需要赔偿。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家己的旧薰草厂呢，是运作到2002年正式结束，让大家见证这地方产业的大发展。为着要让这民众会当了解这历史，家己市文化局是伫遮办展览，透过多元的形式来分享这项在地的产业。相片记录着分农的生活甲工课的过程，伫旧家己薰草厂要转型做区域设计中心进程，家己市文化局透过展览甲导览的活动，要互民众来了解家己较早种薰草的历史。利用这个展览叫其实阮的规个走足侪位去找这故事，去用这种拍片的形式，用展览的形式，希望咱会当后一代的朋友或者学生囡仔。会当更加了解咱家己市的过去，很有趣。它也是台湾一部分的历史，只是它可能暂时被暂停。那我们现在把它重新开启那个播放键，所以我就觉得很有兴趣。对，所以我觉得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占地3公顷外的旧家己薰草厂，伫2019年登录做家己市的历史建筑了后，家己市伫2021年正式执行薰草厂的活化计划，希望透过空间的改建甲利用，保留这1941年启用到大历史厂区。这个展览呢是第一步，让大家重新再认识一下烟叶厂的历史。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是烟厂的活化。那活化之后，我们要让大家知道，我们会有属于自己的文创园区，我们会有自己的设计中心，我们会有自己的新的展演空间。感觉到比较安慰的是说，这个地方被保留下来，然后会继续的发展下去，而且对我们嘉义市未来应该有很大的贡献。举办展览的家己影视基地，就是较早薰草厂的礼堂。文化局表示，刷来对其他的建筑有开始进行评估甲修复，希望活化转型的旧薰草厂，未来当提升地方文创产业的发展，嘛带动社区的经济建设。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这阵啊，就是这道教牵线的季节。今年这秋天呢，红豆莺甲山后鸟这两种主要的过境这恒春半岛的道鸟呢，是拢总超过50万只。这项纪录已经创下30年来的这个观察纪录啊！和一寡看鸟的这学者甲民众呢，拢感觉真欢喜。规阵的鸟仔伫山顶飞来飞去，看起来密密实。这拢是号做国庆鸟仔的山后鸟。恒春半岛的道鸟牵线，统计至27，赤腹鹰累积数量突破40万了后，山后鸟嘛破10万3000多只。今年两种主要过境的猛禽合计数量冲破50万只，创下30年来调查纪录，互观察鸟的学者拢感觉足欢喜。今年过境的情形较特殊，就是10月初往常会出现大量，不过今年10月初就明显有咧过境。伊的感受感觉讲相当足好的啊！对咱一般民众看影的人来讲，那当然咧感觉会相当的欢喜。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委托台湾猛禽研究会做调查，今年山后鸟对10月初开始过境，10月11到26的16天，除了10月19因为气候歹无观察到之外，有15天逐天拢观察到超过2000只，甚至有一天出现14000只，数量真多。数量会这么多，可能不外2个原因，一个是繁殖地还有迁徙地、渡冬地可能保育的情况比较良好。再者就是这个10月的期间，东北亚这边的那个台风影响比较少。过境的数量创纪录，唔但证明恒春半岛对道鸟牵线路线的重要性，嘛互观察鸟的民众看甲足欢喜。不过景观处表示，20观察到赤腹鹰敢若5只，山后鸟嘛剩190只，数量明显减少，表示10月这波的牵线要结束啊。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看农业部即马为着要来鼓励回乡种作的少年人，互因有机会会当去到国外，所以因是甲外交部合作，互因甲国外交流，用农业来拼外交。而茶叶对于我来说，则是一份传承和责任。
影片当中的茶农是第一届的农业青年大赛，那传承出来的茶园也去菲律宾交流，参考别人的技术，拍开家己的眼界。像我们自己回家以后，就是把一些茶叶，从父执辈啦，从阿公那边做一些改变。那不管是行销，或是这个打团体战，或是做这个青农组织的部分啊，那也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吸引一起回来，然后一起打拼这样子。有少年农民讲，拄好爸爸想要转型欠骹手，伊和小弟就登去斗3工，对源头生产到后边的社群经营全拢参与，也去国外交流，希望透过交流帮助厝内种的土豆转型。我们想要慢慢的走到就是6级产业的这个部分。那本来爸爸都在1级产业这样。农业部和外交部合作，已经举办6届的农业青年大赛，让台湾的少年农民出国去交流，把台湾的农业技术、知识、态度和热情，和别个国家分享，也用农业替台湾拼外交，也去学习别人的进步。农业部伫拜二头届举办等后头厝活动，所有参加青年大使活动的这个所有的学员呢，我们想要把它聚集在一起。了解我们这些学员参加过这场活动之后呢，他们的改变，还有他们获得的一些经验。农业部表示，今年是头一届举办，未来逐年拢会继续办，也会建立群组，或者个农业青年大赛有一个交流的平台。记者陈心彤、王兴忠台北报道。为了响应这台语家庭的计划，桃园市文化局是邀请到布袋戏团来演出。不过，所有家长反映讲，这台语的内容是无够八成。原来文化局是表示讲，因尊重这剧团的创作，后手会过来检讨。你这妖怪，真正有够狂妄的啊！哼，你从水里面冒出来，你才是妖怪。演这出布袋戏《落车闹东海》的是5洲桃园高江中剧团，这是由桃园市政府文化局主办的台语家庭计划庆典活动，也去引家长带囡仔做回来。哦，看完之后拨头发，你仔细看哦，它会侧个45度过来。有家长指出，剧团伫咧解说布袋戏特色和表演的时，多数讲华语，但是当初伫文化部网站有公告台语占8成实际上煞无够。那互主角落车讲华语，也互其他时代甲歹人甲识讲台语，这也进一步强化社会对台语的刻板印象。台语团体嘛，呼吁桃园文化局应当负起监督的责任。文化局遐无方案会使，或者的承办单位提升因的台语意识，意思讲可能剧团迄边嘛无法度接受到，真正这个计划伊需要注意的所在安尼。针对无语言意识、台语比例和强化刻板印象的争议，剧团表示，经过一届的讨论，嘛，互因更较了解无共观众的想法。面对安怎兼顾表演和台语推广，因会过来改变做法。就是那个分寸，还有就是使用语言上面的方式，能不能够让更多的除了原本华语家庭的小朋友接近认识台语之外，那台语家庭的小朋友也能够从当中获得一些乐趣跟一些学习，这个是我们会更努力的目标。面对这届的争议，文化研究者温宗涵嘛对桃园文化局提出建议，活动计划的审核除了台语顾问嘛，应当请剧本审查。针对囡仔可能听无台语的部分，有学者表示，讨论华语唔是袂使，不过要根据台语家庭计划的要求，加去思考剧本和体验的设计。经过设计啦，就讲你头伫咧内底顺续教一寡讲迄个小声台语免来讲。因为这个计划伊上重要的就是第一个语言嘛，台语过来就讲，更加重要就讲要培养观众。主办单位桃园市文化局表示，尊重剧团的创作，要去做审查。这届的活动是响应文化部的台语家庭计划，才邀请剧团来，并无领补助。不过伫咧现场有请人监督，文化局表示会搁进一步来检讨做法。记者卢昌如、谢桂林台北报道。下晡晡的天气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是21度到24度，中部地区22度到25度，南部地区是23度到31度，东部地区是22度到29度。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